秀林乡公所于109年11月27日上午8时至下午5时，于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办理109年太鲁阁族歌谣合唱比赛暨原住民族部落讲故事短片甄选竞赛颁奖典礼。秀林乡长王玫瑰、县府原住民副处长独孤沙允、代表会主席赖俊杰以及各区代表、村长皆一同参与盛会。公所努力不只是在推动，我们在部落里面也非常努力去搜寻很多以前早期的影像或是声音，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一个采集记录。非常谢谢我们部落文化工作者一直努力的坚持，让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扬。在语言上面，在歌谣上面，现在多了许多推广我们观光文化的部分哈，其实是非常代表会这边是非常赞同的哈。在很多大型的活动的时候，我都有看到我们秀林乡的乡民去参加哈。其实这部分是乡公所这边是非常予以肯定跟赞成的哈。经过一日精彩的赛事，幼儿齐唱组第一名为同门分班，国小团体合唱组第一名为景美国小，国小个人组为嘉明国小胡哲恩，老人合唱组第一名为三站文件站，而原住民族部落讲故事短片甄选竞赛第一名为崇光部落博博拉赫队，第二名为沈达满队，第三名为萨古拉部落古达玛。本所期望就由本次族语竞赛能够提升本乡太鲁阁族学生和部落族人们学习本族歌谣的热情及学习族语的兴趣，再加上部落影像记录竞赛的表扬仪式，能够激励当代族人对于自身群族文化的向往与认同。秀林乡公所媒宣组报道。